主后2023年1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人的软弱看见上帝的旨意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5章第1节到34节。亚伯拉罕佮带基托拉做某。基托拉甲伊生心兰、约山、米但、米田、伊示巴甲苏亚。约山生示巴甲底但，底但的后代是阿苏利人、利都士人甲利欧米人。米田的囝是以法、以弗、以诺、阿比代、以利代。这个拢是基托拉的后代。亚伯拉罕将伊一切所有的互以撒。亚伯拉罕嘛趁伊还活地的时，将财物分互伊的细姨遐个囝，佮叫因离开伊的囝以撒去东边的地。亚伯拉罕一生活175岁。亚伯拉罕食长岁寿，平平安安返去伊的祖先遐。伊的囝以撒甲以实玛利将伊安葬伫万里对面的麦比拉洞穴，是伫亚伯拉罕对迄人所下的囝以弗伦买来迄区园的内面。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拢埋葬伫遐。亚伯拉罕死了后，上帝赐福予伊的囝以撒。以撒住伫比利拉海来附近。下面是亚伯拉罕的囝以实玛利的后代。以实玛利是撒拉的女婢埃及人夏甲，甲亚伯拉罕生的囝。以实玛利这个囝照因出世的顺序写伫下面。以实玛利的大囝尼拜约，佮有基达、阿特别、米比山、米西玛、杜马、马萨、哈代、提马、以顿、拉菲斯、基底马。这个拢是以实玛利的囝，做12族的族长。因大的庄舍甲营地，拢照因的名来号。以实玛利活137岁就过身，返去伊的祖先遐。伊的后代住伫对哈菲拉到埃及东边的苏尼，要去亚述的路迄个地区，徛起伫伊亲族的对面。下面是亚伯拉罕的囝以撒的后代。亚伯拉罕生以撒。以撒40岁的时，娶利比加做某。利比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兰人比土利的查某囝拉班的小妹。以撒因为伊的某未生，就为着伊祈求上主，上主应允伊的恳求。伊的某利比加就怀孕，两个双生仔囝伫利比加的腹肚内相克，互伊真艰苦。伊就讲：是安怎我着遮艰苦？伊就问上主，上主甲伊讲：两个伫你的腹肚内，两组要对你的身躯出，一组要比另外一组较强大的，要服侍世。生产的时到，果然腹肚内是双生仔，诞生出来身躯红红，规身躯发毛，亲像穿皮衫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扫。随后，伊的小弟阁出来，手揪以撒的脚后垫，就甲伊号名叫做雅各。两个囝出世的时，以撒拄仔60岁。两个囡仔渐渐大汉，
以扫熬帕勒常常伫山野，雅各个性安静，常常伫埔边内。以撒听以扫，因为常常食以扫拍来的野味，离别甲听雅各。有一日，雅各伫矿汤，以扫对山野倒来，身躯真忝。以扫甲雅各讲：“我忝甲要死，拜托你将迄个红红的汤互我食。”因为安尼，以扫嘛叫做移动。雅各讲：“你先将大囝的名分卖互我。”以扫讲：“我都枵甲要死啊！这大囝的名分对我有啥路用？”雅各讲：“你着先咒詛。”以扫就对伊咒詛，将大囝的名分卖互伊。雅各就将饼甲红豆汤互以扫，伊就食，食了就做伊去。安尼，以扫看轻伊大囝的名分。以上对人的软弱，看见上帝的旨意。俗语讲：“食饭皇帝大”，总是因为这递到失落名分甲祝福的例并无济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，有一日雅各在煮红豆汤，听过以扫拍拉转来，腹肚枵，竟然用大囝的名分来交换红豆汤。致使后来伊也失去大囝的祝福。检采有人会讲：“谁叫你贪食嗜好？”以扫哪会知影一碗红豆汤会互伊失去遮济？伊哪会知影小弟会贪图伊所轻贱的名分？伊哪会晓得一句无咧在意的话，竟然爱付出遮尔大的代价？早若知影会失去大囝的祝福，伊应该就袂做即个交易。伫古代近东，人非常注重号名和名分。用当当时的法律来讲，稳准大囝比其他的人通得到较济的财产，总是大囝也有义务甲责任，爱保障家族的利益，维系家内的人甲人的关系。佮拥有大囝名分的人，佮通领受老爸的祝福。所以，大囝的名分是一个尊贵和祝福的象征。以撒的两个囝，以扫、雅各，毋但个性有别，看重的事物也无共。对雅各用食物换取以扫的大囝名分这件代志，显示以扫并无重视这个名分。若是这个名分，却是雅各孝想真久的。因为以扫看轻甲放弃这个大囝名分，直到后来失去祝福的时，后悔懊恨也已经来不及。虽然雅各夺取大囝名分的手段并无公平，总是若毋是以扫看轻这个名分，雅各也袂通得手。对以扫出卖大囝名分的事件来看，这对兄弟之间的协商交易，哪像指引上帝不可测度的旨意。表面上看，好亲像是以扫这个人的需要，和雅各这个人的聪明在主导这个交易，但是实际上代志要照着上帝稳重的旨意在进行，就亲像利比加怀孕有身的时，上帝对伊所讲的话同款。当初时，雅各为什么要掠条以扫的口甜出事呢？当以扫出卖大囝名分，互兄弟的角色变化，颠覆了当当时族群文化中大囝继承祝福的既定模式，
将来大个要服侍世。对即个事件中，咱安怎看待上帝的作为呢？对人的冲突和人的软弱中，咱犹原通看见上帝稳而未现的旨意，也就是伊的带领是超越人的想法。伫人生中有真侪不可思议的变化，也是意外是咱学得理解，甚至咱也常常因为安尼受到吓惊，直到对上帝发出不平和埋怨。敢毋知这一切拢蕴藏上帝的奥秘。有时阵上帝并无做解说，也无特别合理化的讲法，只是宣布伊的作为。对伫安尼，咱会当做，就是伫软弱中顺服上帝的旨意。默想，伫我的人生中有出现过无合理的情况无？我安怎伫即中间看见上帝的恩典？伫我的人生中有出现过无合理的情况无？我安怎伫即中间看见上帝的恩典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的眷顾和保守。虽然伫我周围有真侪无合理的代志，也是冲突发生，有时阵互人毋知安怎接受。毋过感谢你一直扶持、帮助我，恳求你时时引带我，互我通迫切跟对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